高雄钢铁人这队的球星林书豪，昨暝透过自翕的影片来表示，伊进前的脑震荡已经无要紧了，而且讲伊就要去度假了。今仔日伊的经纪人来证实，林书豪已经伫透早离开台湾。林书豪伫影片向球迷来话话，讲假期了后再见。这是毋是代表讲后一季阁会留伫台湾拍球咧？大家拢真关心。高雄钢铁人的总经理讲，球团会用尽资源，全力甲林书豪留落来。另外一位桃园分霸队的球星魔兽霍华德是敢成伫 IG 来发文章，讲伊就要离开台湾咯。伊讲伊真唔甘，因为台湾是伊第二个家。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e last 3 months, playing with the Kaohsiung Steelers, a top 3 experience of my entire career for sure. I'm due for vacation. I can't wait. I'm leaving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, and I'll see you guys all when I'm back from vacation. 高雄钢铁人的球星林书豪昨暝透过影片讲要离开台湾，并且甲外界强调讲，伊脑震荡的伤势无啥要紧啊。经纪人证实讲，林书豪伫今日透早已经登去美国啊。伊有讲到假期后再会，敢是代表后一个球季会搁伫台湾拍球。他当时跟我们提的，就是跟大家讲的一样，他想就是好好的沉淀，然后去休息。那然后呢，等到他想跑，他就会来跟我们讲。虽然林书豪未来拍算也唔知影，不过钢铁人的总经理表示讲，球团会想尽办法甲留落来。另外一个桃园分牌球星魔兽霍华德嘛要离开台湾啊。霍华德出现伫桃园南崁拍街头拿球，展现亲民的一面。因为魔兽甲球团的合约到5月31日。之前伊伫 IG 有po文章表示讲，已经经过7个月啊，我错过假期、生日，要甲出个人共度的时间，我会想念我第二厝台湾。你好吗？虽然听讲霍华德甲林书豪会伫假一天离开台湾，不过分牌球团讲，魔兽离开台湾的日子有调整，暂时无确定的时间，球迷无得卡，可以当伫台湾去看到魔兽的身影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